好啦，你好啦，咁啊，余 Sir 今日同你講下關於咧中線呢樣嘢啊，咁啊適合初中嘅同學睇嘅中線啊，咁就呢條題目咧就係咁樣嘅啊，咁就中三咧都應該有教數學咧有教過中線呢樣嘢噶啦，就係喺三角形嘅其中一條邊連接對面嗰個中間點。嗰個叫做中線，英文叫 medium 啊。咁咧，三角形有三條中線，嗰個相交點啊叫重心 centroid 啦嚇。咁亦都係有教嘅。今日咧，我哋教一啲咧係數學，一般數學咧係唔會教嘅中線有關嘅性質同埋定理啊。咁啊，主要就係呢三條啊，就係呢三條啦。嗯，咁咧就呢度嚟講咧，就主要咧係希望大家咧知道呢兩個性質啊，呢兩個啊，原來咧假設嗰三條中線嘅長度係分別 MA、MB、MC 咁佢哋嘅平方嘅總和咧，原來係等於三角形嘅三條邊嘅平方總和嘅3/4噃啊。原來咧用呢三角形嘅中線形成一個三角形，三條中線方一個三角形，咁咧就連接埋，咁個面積咧原來係原本 A、B、C 三條邊個三角形嘅面積嘅3/4倍啊，亦都係4/3喎啊。咁我哋主要咧就點解啦？睇下點解啦啊。除咗要記住知道，都想知道點解噶。咁咧，如果有回憶翻我哋上一次呢套片，如果未睇啊，就要睇啦嚇。就係咧講到咧平行四邊形，四條邊個平方總和等於兩條對角線平方嘅總和喎。點解咧？你可以睇下我套片啊。咁而家咧，我哋就會集中翻咧，就係呢個嘅部分啊，中線。嗰個三條邊平方嘅總和點解等於4/3乘以三個形嘅三條邊啊？咁我哋咧就假設三條邊三個形三條邊，咁咧就係呢個 A、B、C 啦，分別係呢個就 A 啦，呢個就 B 啦，成條呢個就 C 啦，係嘛啊？咁咧就如果你呢度畫多個倒轉咗呢個三角形，方成一個平行四邊形啦，唔擺埋之後，咁呢個都係 A 啦，呢個都係 C 啦，係嘛啊？咁啊，根據頭先我講嘅性質啊，嗰個平行四邊形就四條邊平方嘅總和就係兩個 A 嘅二次啦，就加兩個 C 二次，就都係呢個啦。咁啊，至於假設呢條中線咧就係個長度係 MB，咁咧根據頭先所講嘅性質，呢四個平方嘅四條邊平方嘅總和就係等於呢兩條嘅中線嘅平方嘅總和，咁呢個都係 MB 啊，咁即係兩個 MB 啊，咁兩個 MB 嘅平方咧就係4MB 平方啦。咁至於呢條對角線個長度係 B 啊嘛，B 嘅平方咯，咁即係話咧呢個就等於呢個啦，啊，平行四邊形四條邊嘅平方嘅總和就等於呢兩條對角線平方嘅總和啊，咁產生呢個關係係嘛？咁如果你咧稍為移一移項咧，就會產生咧呢個我唔講啦，移一移項，咁咧就係呢個中線其中一條中線頂點係 B 畫落嚟呢條，咁咧就等於 A 二次 over 二減 B 二次 over 四加 C 二次 over 二嘅。咁同樣道理啦，A 畫落嚟呢條中線嘅平方咧，就個關係應該都 divide 到咧，就應該係
咁呢個嗱，咁 A 二次 over 四加 B 二次 over 二加 C 二次 over 二啦，係嘛？C 嗰條咧畫落嚟嘅頂點啊，就係 A 二次 over 二加 B 二次 over 二減 C 二次 over 四嘅，就係啊。其實都唔難記嘅。呢個分母係四，係由 B 呢個頂點畫落嚟嘅中線啊。咁所以就 B 二次 over 四啦。咁同埋呢個係減嘅。減嘅啊，咁其他嗰兩個咧分母係二啊，咁你由邊個頂點畫落嚟就係減啦啊，分母係四嘅，咁你跟住將呢三個加埋咯，一個、兩個、三個，左邊加左邊等於右邊加右邊，好啦，咁就會產生我哋要講嘅嗰個性質啦，一路數落，將呢三個加埋，係嘛？將呢三個加埋。化簡咗之後，就會產生呢條式啦。啊，咁你記住4/3呢個就得噶啦。啊，咁咧至於三角形面積咧，就如果你係由三條中線移過去，產生一個咁嘅黃色嘅三角形咧，就會得出咧成個三角形面積原本嘅三角形面積 ABC 嘅面積嘅3/4嘅。咁呢個就唔詳細定明啦，我稍後會鋪呢條呢個 file 嘅網址俾大家觀看嘅。咁我就今日就講到呢度先啦，余 Sir 同你講啊，拜拜啦喎，啊，中意就分享俾其他人睇啦，啊，中線知多啲，呢個就係。